现在我老神秘路边那个缤纷味。那么今天我把大兴、小陈还有另外2个好朋友一起约了一顿湖北菜黑鸭煲，我们去尝尝看看好不好吃。走着，音乐起。大兴小陈，小陈好久不见，今天起立啥？今天大家好，我是大兴。我是小陈，或者你是一个碗。啊，对个。OK， 插入。小陈，你能不能吃辣的？我应该是可以吃辣的，毕竟是被我爸坑过的。坑过怎么坑法？有一次出去吃东西，然后他点了那个爆辣让我吃，然后我吃了一口那个鸡爪，我直接睡着了，辣睡着了，叫都叫不醒。呀，子子。先来尝一碗这个非常经典的湖北菜啊，洪湖藕汤啊，在当地也叫码头暖身汤，很经典的一道湖北菜。它的藕香再加上肉香，再加上这个黑胡椒，哦呀，C 呀，妈大命啊！来尝一下这个油焖猪蹄儿啊，哇，它这个猪蹄儿煮的非常的软烂，非常的酥啊，我都没有咬下一口抿在嘴就直接化开了。哦，这个猪蹄好好吃 ，Q 弹 Q 弹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很爽。这个猪蹄非常好吃，还煮的非常入味。这个蛮推荐你们，这个猪蹄真的很好吃。再来一个这个鸭头，也是很经典的湖北菜啊，甜辣口味的，这个鸭头烤的不错，还有它这个藕条像有点像薯条的感觉，还蛮不错的。哎，这个鸭头有点上头，我跟你讲，就越吃越好吃。第一口可能不怎么样，但是越嚼越惊艳。哦，有点那个红不脆，我有点那个，这点鸭子再清清口啊！祝兄弟们马年大吉吧！再尝尝它这个小龙虾，冰镇小龙虾，尝尝湖北菜馆里面小龙虾味道怎么样？它这个酒糟的一个冰镇龙虾也不错，哎，这个湖北菜馆的龙虾也很不错，还蛮不错的。尝一口今天的主角啊，黑鸭煲，我选的是微辣，我认怂，理性选辣。哦，这个真的还好，这个辣度真的还好，它是比较偏甜口的。哦，还是会有点的，它是先甜后辣，甜辣交织，辣中回香。黑鸭煲3吃的不得了，一下去，不愧是镇店之宝，确实不错，这个黑鸭煲相当不错，好吃的，这个鸭肉好吃的，蛮推荐你们的。来一下这个鸡爪火鸡面啊，哎呦啊，这看着就好香。这很香，这个面好香，哎，这个面真的巨好吃。再来搭配一口这个鸡爪，好酥好软，哇，绝！配上这个面，哇，这个味道真的绝，好吃。小陈采访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辣不辣？不辣，真假的？真的不辣。OK， 兄弟们，现在我们吃完了，我总结下来3个字：鲜、香、辣。然后今天我觉得像鸭头啊、猪蹄儿啊，还有火鸡面啊，还有黑鸭煲这4道菜真的都非常好吃，没有一个踩雷的，很推荐你们。喜欢吃辣的你们一定不要错过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